阿根廷一名42歲飛行教官，上星期六喺中部托雷多進行飛行訓練途中，竟然突然解開安全帶，打開機門跳機，結果身亡。當時機上仲有一名22歲女學員，佢被獨自留喺空中，雖然陷入震驚，但仍然冷靜操控飛機，最後成功安全降落，機體同人都冇受傷。據悉，教官貝爾塔佐當時駕駛一架塞斯納150小型飛機，佢突然同學員講：你知道應該點樣做啦，繼續飛啦。之後就除低耳機，解開安全帶，打開機門，跳出機外。女學員憶述自己非常震驚，但憑所學嘅技巧成功降落。飛行學校校長阿爾瓦雷斯表示，事發前教官同另一名學員完成訓練，冇任何異狀，亦冇顯示有跳機念頭。佢形容貝爾塔佐係經驗豐富嘅教官，過去曾喺智利任教，平日臉上總掛住笑容。校長坦言，佢喺機上仲有另一個人嘅情況下，作出呢個悲劇性決定，令人難以理解。但人類心理本來就非常複雜。阿爾瓦雷斯補充，喺飛行途中要打開機門極不容易，就好似要喺時速200公里嘅汽車開門一樣。阿根廷檢方已展開調查，釐清事件詳情同死因。